妹妹难追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可惜我先避开。今天我只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日先了开手吧。你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哎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回去问个明白，你要好好教训他们呐。是要教训最好。得罪了我啊，倒是小事。要是有什么报过娘来